就是大同吗？好的，首先要他们有点新向鲜汤给给，透过网络来他说给听的闻的给，殊胜的僧团，最不的最不那不操蛋，当然新所有给，的僧众用说们，了不么，用说不了的呀，还有各我们位法友们，这些位怎么选赢？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吉他的呢，祥如意。他的他告诉爸爸的，那么我们俺这这一次的课程台湾这个过的写的我的，主要台湾这个讲到的稍微是台湾给出部派去的呢，佛教里面他也的那个台湾，18部派，也就是我都是来看的，他台在部湾这个派根本大致分裂之后，冲突吧，我第一又个有支写的。末部派的出告现，诉爸爸的差的，总共有18个部派。他得了呀，那我们讲到了台湾这样的一个这件出内容。去，写为个得了呀，他这当给啊成语难点给那讲到出现，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主要依据的是北传佛他是教组织个的主要依据的熊起来个可典籍，差的呀，就是《异部宗他轮论》。熊起来个可能难了呢，那么在这部论著当中他呢，到台湾这个技术的嘛，所用的谈到了早晚台湾这个你也不18个钱，部派。这样这个配置首先呢，台湾当谈到你也不的是钱，你也不钱，有2个部派，他第就难了是呢。上座部还那有大些没得吧得众部。了呀，那么在这里面，汤不首面呀，先这也拉的大众部给得吧忙不起，先出现了我做什支么末部派功夫的，的这个分裂。写的不恰的呀。所以支末分裂，我可以说以前的是呀，从俺那大众部那点没得开始的。吧得了呀，俺那样之后呢，上汤不面给座部得吧忙不起它得吧的。的内部也开实际上，始他培训分的个高出的学生很多的部嘛学习派。呢，他这里嘛那那点没么大众得吧的，部的分裂的部得了呀，他分，我也拉个们上一得吧忙不起堂课的呀。讲到了。他提那高的，么我们接着要讲的是他上座部提的下去呢，这个分裂的内容，是啊，对。主要也是依据的是《异部宗轮论》。他得了样，那点没得吧了呀，得吧启听入的，听那懂么上座部主要的分裂有冲突了，俺那七次。演那个得吧，全东北的，那么分裂了最初的，7次，那么但出这现样子的，了是熊起那11个个可能支末的拿了了部派。呀，所以在《异部宗轮论》里面就提到嗯，一些内容。他都是学的这个么子的，这样熊了这样是吧？对吧？两年的点呢，老那苏格的么主要西格没是是一在个路的呀，时间呢，是在那导点得吧师佛弄没的呀，陀得吧忙涅不起槃点。300年，然后到未满他忙不400年起点吧之间。的，他第哪了那呢？么上座演那个部地方内忙不起，部就全部第分出了哪了呢？许多的部派。俺那演那个地方做起来对不对？其中呢，你主要的第你我的比较查的是大的不对的，2个支末的部俺那他派们这也不是嘛个地是方，哪2个？一个美国的地就是方第一查的，说一切有部，还有独子部。他这样开庭唐布的个对全部的区别呢？那么开庭首先，唐布的第一次的分裂哦，熊起那就个可能拿上座部里了了呀，面的第一次分裂，依照《一部宗论论》里面的说法呢，嗯，地方那点没的对中世纪这说的是这是大唐的原文啊，这是其那点没上座地方部进而的。所示因昧和合，三个年300年的得了初咯，有少怪孙家真，分为没两部，人别个拿了了一呀，说一切俺那有部，这帮一名看些是说音部，这帮地二即本方给，上座部，俺那他转名们这也不是雪山部。嘛对吧？他们这也不是嘛对吧？然后呢，他们什么就有嘛对吧噻？听这几档，俺那我们那边对吧？然后可以对吧噻？对吧？你全部也没得事。他관계를 위해 개딩 담보 때려야 내로 니게 나로래야 아니 에 개딩 담보 때려야 내로 니게 나로래야 아니 내ремbe 대발래야 돈분이 스토어세 아니 관계를 위해 대바사지가 탐지에 불마에 대바사지 니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当时就第一次 관계를 위해 分裂哦，대바사지 是佛涅 말았어 盘满300年的时候， 에 대차리었다 然后首先 탐지 分出 내바디 내덴 반에 说一切有部。 대바제수 딱고랑 그 자외기 내덴 그 대바지 얼어봐 자외기 내덴 대바디수
아니 루 강진 그 처리야 내배所以这里写呢有提到一个给了呀叫雪书给了山部哦，如강진那么是指说在如书嘛第一처리야次说一切有部，내배呢给了呀书给印从章上座部分出来之呢后，它前根本的上座部，관계를就上座部대화시本身，대화 봐버렸어. 它就迁居到了雪 란도라 山，관계를就是 대화사대 喜马拉雅 고란 山一 싸위 带哦，내den기 所以 대화 因此它 고란 那时候也改名了，고란 就叫 이게 做雪 토네 山部。에네 所以这是上座 탐지 部 얘네 它 대화를 第一 봐 次 이부터 分 자위 裂。 제리아다 那么 항마 首先分出 내den기 来 대화 叫 항마 说一切 되게 有部， 줘봐 자위 那剩下 내den기 来 대화 的 항마 原 되게 本的 줘봐 就 되게 是根本 에네 上座部的本 루 身， 강쟁이 처리야 它就 내 搬到 배시네 了这 루 个 항마 雪 되게 山 내 去， 배시네 所以 대화 因此 이게 呢就 되게 得到 다 了就 에네 转名叫做雪 관계를 山部。 대화시제 민토브레스 다 전에 탐지 여브라마베 대화스 那 라고라 么 든센 这时候分 책 出来 탐지 的那一部叫 가르스라비나 说一切有部哦， 때 대야 지단 那 탐지 么 여브라마베 대화디 那这一部 다다 呢 중국 是在 제라게 콜로시샤 依 셰비나 照다 탐지 一部宗 여브라마베 论论 대화 的说 내den기 法， 대화 说一 나로 切有部 슈치슈를 是上座部当中呢势力 슈치슈를 最强大的一 다 个支 코로나 派。 모습이 뒤숨 지줍돈 돼야 那 다 么他们主要的主 최근 张是 모르다 다 三世是 가르쳐 实有的，还有 가르다 这个法体哦 딱 봤을 때는 是 뭐 很有 네 的， 뭐 대배 왕게 아니 所以 미 呢，他就得到 토브레스 了탐지 这样 야버스 的名称，叫 탐지 做 야버스 说一切有，说 탐지 一切有部。 다 제스 주버레스 근데 就是认为 지내는 一切 유다 三世是 탐지 实有 야브라 的， 세제 然 민 后 토브레스 法体呢也是 다 很 땡기 有 다 的，所 기린 以得到了 탐지 这样的 다 名称。 기린 이바디 가도 총바레스 라비나 那么这是上座部第一次 아니 分裂的状 로 况。 숨겨 好，第 받으면 二次分裂是什么 대바 情况 탐지 呢？ 야브라 될 네모 대바 셰샤 대바 신 넘버 4 是 먹어서 야디 그래 这里提到 다티 가르스 그랬으나 대다 后及此第300年啊，然后从说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独子部， 네모 위 대바 사야 돼 봐.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在一个叫独子 네모 部。 위 대바 사야 되다. 다시 양로 니게 데로 니게가 나로래야. 데로 니게가 나로 숨게 머신비 응원라서 그렇다. 숨게 머신비 응원래야. 所以呢，아니 它这个是在第二次分裂是导师涅槃，대바 탐지 300年 탐지 연예기 之 대배 内哦，就 나로래야. 是在200年 나로네. 间的时 다 候，네모 위 200多 대바 年 사야 间 돼. 300年之内，那么就分出了 단 说一 네모 切 위 有 대바 部， 사야 돼. 就分 다 出了 강도 独子 탐지 部。 연예 이버체. 네 탐지 연예를 파 로스. 그런 대바 수르도 파 대바 신다 차버 봐. 다 네모 위 대바 야, 다 그런 깨라 시슈지 가려서나. 那这个独 공부를 子部呢，제도 제도 它 뭐 是 나켈린 게 从说一 네모 切有 위 部分出的嘛。세상 它 다티 最 그런 出名的一 깨라 个主张 시슈지 哦，就是 가려서 说 신다도 不可 말라지. 说为异于运的 율비 不特伽 나켈린 罗 게 这个 비자. 我，他们 디 认为有这么一个 그런 깨라 我 좀 차직 是不 되레스. 可说的，有这样一个我 아나싱 是存在的。 개발하면 야갈이야 뒤지지가 而且呢，在古 네모비 印 대바디 度，在 슈겐슈 当时哦， 샤브레스 很长时间中哦，这个独子部的影响都 다 是 호솔레 很大的。 네모부스라고 야디 균센디 那 네네 么它之所以 네메비데사 称作叫做 디기 独子， 따뜻이 챵 那 인자 么最主要就是因 디두젤레 为 네모비 대바스 啊、네메비 他的 대바스 长老的名称哦，就是这样一个名称， 민토브레스 所以依于他的这个名称而 다 创立 데라 的。 룽망부르 시야도 데데 슈모치르바 那么这 다 里有许 데네 多的故事哦，那 게징 这一次就 숨바데 不多 거디 说了。 슈모레슬라비나 那么接着第 양모데 3 데는 로 次 숨게 分裂哦， 나로레야 也是 아니 在佛陀涅 네모비기 槃300 대바 年以内。那 코랑 么 나로네야 从独 대바 子部 다 呢， 숨중이야 又再分出了几个部派， 대야 드더디 가서 주무 체락을 콜로 所以这是一部宗论论的内 이 容啊。 나로 로기아바 딩기 此后 비치스고 于此第 메이나 루 300 숨게 보다 年， 쟤네 간다 然 네모 后 비데베 从 나로네 최소베 데다 상부 呃 부데다 군기 구베 데다 총기를 주베 从独 데사 子部流出 데데 4部哦， 총바레스 一法上部，二贤咒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 दूसरे 단내면 위대백 나로네 에네 최저베 데라 상부 부데라 든데기 다간다 칸다 군기 구베 데라 총기를 주베 데사들이 총바레스 음
那你看明白多，好的，我都写了些。来说，大的呢，好的，那我们继续。肯定，处理。嗯，上午处理，得说啊，得说。啊，不好意嗯，思，请上午稍等，啊。这个投影有一点问题。刚才前呢，他说的，肯定顺便搞了呀，对嘛，两个人的把那么，瞬间拿了了呀，那所么会以主要这对吧？里谈到上座部的第3次分裂哦。那电脑对吧？那么，顺不的，就从里面之前分出来的独子嗯，部哦，又再次卡里分卡个出了几个虚位呢，部派。那主呢，要分出了哪几个这个大卡说，支分呢？缺少的点啥？首先呢是法缺少的上部，点啥的嘞？他缺少的点啥的？卡里前的金子，卡里王爷呢缺少的点是了，为了虚位呢？那为什么呃，它叫缺做法少的点上部呢？啥的？呢，准备缺少吧啥的？主要是呢，因为啥都对了。创立这个部派的长老他就叫做法上。啥都切切，等这算下不，第二车也不印度啥呢？呢，缺少吧是那个金子带的是。但的呢，上半部一点啥的，上半部一点然后啥的，再来是贤准备上胄部，半部啥的个呢？啥都主要切切的是呢？长老的说名不印度，称就叫贤呢，胄，所对吧？对吧？以得上半到这样的部一点名称。是那个的是。关于古瑞点啥的再一个呢个叫做呢？正量部，关于古瑞点那个金子卡在斯拉维那，但那么这当个对吧？它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名称诶，哦，这个内原因是蒙古的什么呢？内蒙古对吧？来开对吧？西药的吧？那么它是对吧？从独子部西药的里面分哪老呢？出来的嘛？内蒙古那独子部这里所说分出了有的四部，是那而吧？这四部当中，关于古的最点那个主要的对吧？那股下的势力哦，搞的是。就是正量部。卡在山那的对吧？这个绿树主林内要蒙古给去开是来的自因为教式的一个营长，这个部派的主提供张哦咱的呢是民库所有上的人所民库承许的，上的民而且是族对吧？敬重的，蒙古所以的是内叫做蒙古系的，正量部。对了呀，开来的自教式的一个营长，提供咱的呢，蒙古的对吧？大概共产的差的搞的是，加上南面区对吧？来开外对吧？西南了呢，那读书去学的不是那这样都看到南面所以区。可以说，这对吧？是库朗在给独子部里面哦，可以说分出来的四个部派里面最主要的，蒙古对吧？差的最有搞的是。力量的，所以就是但是呢，长期正量部。主编电视啊，再一个呢，叫做六第一拿了臣部，哪一日的那边电视啊，真的要那说。么中文是叫做但密林长期主山部哦，编电视啊，哪一日有就电视啊，中文的翻真的要译是叫不说。密林山部。但的，听了呀，明天的大会精神看来是呢，那主要是因为对吧？这些印度这个就是部派马赛的那个僧众们，兄弟啊，那那么是提供他们主咱的呢，要是住在那就森林是的，当中，然新纳嘛，对后对，那个呀，兄弟，新纳嘛，不就是所以日的所呀？得到这样的名称。但点这位新纳嘛，不就是日的所呀？重庆住几年这么了？加而且呢，拿重庆这个住住啥样了嘛？森林啊，哦，重庆它是在住几六个年这么城了呀？附近的森林当越开中。越个那就那些这嘛，是当时不就是印度真正有很出名需要的被营长。6个城市哦，所重以主要庆住这些僧众呢那就些需要住在被营长。这样的6个城附近的重庆森林住的住的当中哦，点啥了？所以它就长春叫做六哪个有城部，点这些？或者有时候就叫大大做密大林大个，山部，大概的对不起的扩有张，不同的一些这是。名称哦，但都指的是同一个他的部派、同一个团体。缺少把它上半部带了稍微个内蒙不来开别个对吧？西部地，那之那么前就给吞大了呀，法上部之前就等等哦，对这四个个大了呀，部派，没对不主起些，要呢是因为对于不会一个对吧了呀？寄送的大概解释哦说说不开别个合，对不起穷
所以就从这个独子部当中分다 되네出来了。개딩 시버디 接着，개딩 这个 시버디 가도 上座部继续的第四次分裂，개딩 더 시버선 딱 개딩 주버들 좋아 개딩 주버디 에네 탐제 윤회기 대발레 에네 사 사도메 대바사那么개비 这是说从这个说一切有部分出了化地部， 대야 로 잡아티니에 네베세 대바 所 탐제 以这 예벌마 是 대바라 此后 사도니 于 베나 此 시자 第 로바 300 잡아마 年， 대바사 从说一切有部复出一部， 다와나 名 대 化地部。 사도베 대바 제제 라고 하기 김세는 那为什么称为叫化地部哦？ 쉬비나 대반 디그 södö çengendi 主要是这一 Kurangma 部的 thambo 创立 geba 者， chade yoles. 他原本 Geba 是一位国王， geba chi. Ane chizu Kurang rabdo chungchen. 后来 Ane 他就出 deba 家， kongwe kansa 然 shimbe 后 chade 证悟 yoles. 了悟道，证悟了 Ane 真理。 Kurang chue le tene sashi kyong yindu 所以他曾经 Kurang kongwe geba yinbache. Chizu 依 dan 靠 rabdo 这个 chungwe. 佛法，因为 Ane 他是 chue le 国王 tene 嘛， be 所以他 sashi 曾 kyong 经依 yindu 靠这 kyong 个正 yindu 法 shabi 来 kansa. 教化 Di 他 gyumse 的 le tene 人民， Ane 他守护 sadun 他 be 的 deba 国 sa 土哦， Kurang 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名称，叫做化地部。 다 되네. 기팅 아까 기팅 당분 이버 이렇게 노르도 接着呢是在第5次的分裂， 개바스 개면다 기팅 당분 이버 숨버 시버레션 디 아바 주부데 노르셔 다 되네 기팅 아바 차례 기팅 아바데 가지 接 충분히 着呢 상이 是第5 내내는 次分 게들로 裂， 숨게가 它是 나로래야 佛涅盘300年之内，一样300年之内哦。 사된데 然后 사된데베 再 나로 从这个化地 추송되는 部 개비 又分出了法藏部。 다 되네 기팅 주부데 가지 충분히서나 델로 숨게 나로래야 아니 탐지 那 윤회게 대베 나 第 대발레 6次分裂呢，是从说一切有部呢分出了引光部。 다 되네 기팅 듄바데 델로 再 쉽게 来第7 링고래야 次分裂 안 呢， 탐지 여러분마베 대발레 是从说一切 노데마베 有 대발레 部 分 파워마베 出了这 대바사 个 어따데 精亮部， 所以有这样7次的 다디 分裂。 나로네 탐보 추송베 대바사 所以首先 추송베 呢，我们看一下第 대발레야 5次分 추송베 裂， 대바사 说是 링다 从化 마이 地 김세 部 가능 分出了 샤베나 法藏部嘛。 아니 那法藏部它的다르마 它 굽다사 的 지금 原因是什么？名称 아니 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一位名叫法藏的这个长老所创立的，所以得到了这样的名称。 그래서 다르마 굽다사 돼 벽에 난 규리온데 삼삼 최배바 규장했는데 영대 요래 난 삼삼 추송와 규장했는데 영대 요봐 귤 제다면 라지를 맞던다도 다간다 다르마 굽다사 지금 준비지 所以这个梵文就叫做 Dhamma Gupta，叫法藏。那藏文的翻译有时候是翻却松瓦，有时候翻却胚吧，又不一样。那么接着呢，第6次分裂刚刚说到，从这里就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了叫引光部，它也叫做呢善碎部哦，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善碎部。那引光部的得名原因是一样，这个长老他就叫做引光。他这个引光其实就是迦摄的意思哦，大迦摄佛弟子不是有个叫大迦摄吗？就是同样的这个的意义有叫做引光。所以他是主要是因为这位长老他出生于这个古先人这个迦摄族姓，他有这样的一个姓氏的这位长老所创立的，所以他就叫做引光部。接着第7次分裂，那么佛涅盘满400年的时候，从说一切有部呢分出了精亮部。 那精亮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部的僧众们他们认为主张说，主要我们应该依循的不是那些论藏，就是阿毗达摩藏，而应该要以经藏为正量。经量里面就是经藏里面佛陀所说的密意为正量，所以他就得到了这样的名称，叫做精亮部。换句话说，他们更重视这个经，就是佛所说的话语经。 所以就名称就叫做精亮部。
다다 대바들이야 민신다지 가려서는 포르마에 대해서 지지它也有另外一个다루고스名称叫做缩대转部。포르마에 대해서 라고 하긴 전에那为什么 대바들이 有这样一个名 가장 称？是 상을 因 두게 为这个 생만의 部派它 지방을 主张呢，就 폰이 요래 是这个 요래 习气的种子哦，是 근데지 可以 뉴스민다와 转移 지내미야 的，转 디디 移的， 세르데나 所以可以 포르마에 从 대해서 前世 야 这个习气的 민다와 种子哦，可以 징 从前世 딱 转 간단히 移到后 유명한 世，소식입니다. 所以说叫做缩转部。 다들 너데마에 대해서 하되 다 치수 하나 좀 배려야 다다 所以这个 주도시대 精量部 시즈 也 搞了呀 是我 아니 们之后藏传佛教里面所说主要有4个部派里面， 다다 其中小乘里面的2个部派，大乘2个部派，4个部派里面的小乘部派里面的认为就是这个说一切有部，还有精量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部。 탐제 유연하게 차리기 위해서 다들 티버션 볼래야 다다 而大乘的话，就是唯识部跟中观这2部，所以藏传佛教认为是有4部。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精量部它其实是18个部派里面很后期有慢慢分裂出来的其中一个部派，但是后来藏传佛教里面最主要就有4个部派里面特别把它特别注重。那这样的一个这部分的演变历史，以后有机会再说。 所以呢，最后义部宗伦论做了一个怎么样的结论？他说，所以总共有11个部派，所以就是有一切有部、雪山部、独子部、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还有精量部，就提到有这么11部。那上座部本身也变成了雪山部，所以总共加起来是有11部。所以这个呢是依照我们义部宗伦论里面所说，这个上座部是怎么分出来了，成为11个部派。那接着我想讲一下，就是支末部派分裂方式是按照南传佛教的传承来讲的。那么所谓的南传佛教哦，所以它也称为叫赤铜蝶部，或者说就这个部派哦，他们就南传佛教也叫做赤铜蝶部哦。对于这个部派分裂方式的主张，主要依据的典籍是什么呢？是斯里兰卡锡兰的主要的著作《导史》还有《大史》。这是最主要的2部历史的论著，还有呢，一部叫《论释注》，就是觉音论师所写的叫《论释注》。那这是南传佛教最主要依据的3部的文献，3部的典籍。那南传的这些文献当中的说法，跟北传佛教我们之前依据的是义部宗伦论哦。那么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关于部派分裂的部分，有这个义部宗伦论啊，它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规。那因为义部宗伦论的这个作者，他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位长老。就是释有论师，所以义部宗伦论哦，北传这部依据的，它主要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传规。所以总之呢，南传跟北传的这些文献啊，在年代上，在原因上，就是关于部派哦的分裂的年代、原因，还有整个部派它发展的过程，还有隶属的关系哦，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异的。대한 루규 난딩이 이제 나올래야 최근 양의 맥이 뒤럽기那么在南传的文献当中，也同样主张的是什么？就是说，在法王阿育王时代的前后，佛陀的教法就分裂为18个部派。
那么，因为有些文献是说是法尔王、阿育王，这个升座之前，那有的说是他之后，就说部派分裂哦，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其中呢，都提到包含了两大根本部派，也就是上座部还有大众部，这些也都跟北传佛教的这个《一部宗论论》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呢，关于支末部派的分裂是有些不同的。但这里我们要认识到的、知道的一点就是说，南传佛教徒哦，他们会自己会说我们是属于这个赤铜碟部，也就是分别说部，所以他们会主张说自己就是才是真正的上座部。那么至于说，北传佛教里面啊，它主要是依据的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北传佛教的主要部派。那么他们呢，只是被视为是上座部分出来的支末的部派而已哦。那么首先哦，他们里面就是南传佛教依据可以说就是依据上座部的说法。那么从两个根本部派怎么样支末分裂的呢？首先呢，跟这个《一部宗论论》差不多。首先呢，也是提到的是大众部这个支末部派先分裂，这个上座部还没分裂之前，先是大众部有支末部派的分裂。所以这个是导史哦里面的内容哦，所以这里就不多念了。所以这里主要谈到说，所以从这个大合颂里面，就是从大结集之后，又有一些分裂有这样的内容。所以呢，大众部的支末分裂是最先分裂的，总共出现了5个支末的部派，加上根本部派它本身哦，所以总共是算有6个部派。那是哪6个呢？就是牛迦部，然后一说部、多闻部，还有说假部，还有智多山部，有这么的6部。那么上座部呢，它支末部派分裂的情形呢，是分成了总共有12部，这里都是按照上座部，这是南传佛教的说法。这里比较复杂一点，对，说法有些不同。有说是11部，总12部就是加上它本身哦，总之是12部，上座部本身所以是12部。它内部分裂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总之从上座部分出了11个支末部派，加上它本身是12个。那么从第一次分裂里面啊，就是上座部直接分出2个部派，分出的是叫化地部，还有独子部。然后从独子部又分出了4个部派，哪4个呢？首先是法上部，再来是贤咒部，再来是密林山部，或者说叫做六尘部哦，这跟然后再来是正量部。再来呢，从化地部又再分出2个部派，一个是法藏部，一个是说一切有部。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你看叫说一切有部。
那么按照伊部宗论论是说，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了法藏部，但是对出现了化地部哦，但是在这里会说是从化地部分出了说一切有部，所以你看到说法不一样。接着再之后再分裂，就是说从这里的一切有部又分出了一个部派叫隐光部，从隐光部又再分出一个部派叫做就说转部，这是经部，然后从说转部又分出一个部派叫做精量部。所以这里很快看过，你会看到，就是这个算的方式哦，都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南传佛教的传承，还有北传，主要依据《异部宗轮论》啊，这两者之间，那主要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主要的差异哦，是关于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地位上哦，在北传佛教的文献中，说一切有部被视为是上座部中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一样的。但是呢，从南传的大史也好，或者导史这些文献中会说，说一切有部被视为是很支末的一个部派，是从化地部里面分出来的一个支末的部派。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异哦，就是关于说一切有部的地位，北传南传的说法差异很大。再来呢，就是这个南传自己觉得是正统的，因为他们认为说流传在锡兰斯里兰卡的赤铜碟部也叫做分别说部本身，就是原始上座部的真正的传承者。那么至于说一切有部呢，那不是真正的上座部的传承者所以尤其藏传佛教里面认为四个部派认为这个说一切有部，也很重视的是说一切有部，然后包括释迦光、功德光他们这些尊者的著作里面，甚至提到不只是说一切有部，而且会说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或加了根本，代表就是说认为这个说一切有部，它是所有部派里面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因为刚开始呢，但是呢，这里看到现代的学者的说法是不同的。那主要会认为说一切也不那么重要，主要是一种部派的偏见认为说它是最重要的。但无论如何，藏传佛教呢是很重视这个说一切有部，而且认为说真正的上座部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但是呢，南传佛教就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说一切有部只是很支分的最后一个支末，很后面的支末部派真正的这个传承上座部的真正传承者是赤铜碟部，也叫做分别说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南北传很大的差异点之一。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叫做18部之外，就是外派异端的，有后起的这样的18部派之外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就是在这里，刚刚我们说过，从大众部也好分裂出来的支末部派，还有这个上座部分出来的部派，有几个部派。那就说在这些支末部派分裂之后，这18部派之后，后来呢，又有出现一些部派，那是比较异端的，算是异端的可以说外道的异端的一些部派。
那这是他们认为说，在西兰还有印度都有见解各异的这个部派，也叫做后期的部派，所以叫做18部之外的部派。所以这也是原文哦，这里提到的。那17分派与正统之一派加上众盟派总共18。然后呢，最上之这里提到说，最殊胜的上座部如同这个大树，然后是最殊胜的，其他都像是树上的荆棘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呢，真正的最殊胜的，就像是这个大榕树一般的哦，这个就是上座部。然后呢，在最开始的100年中哦，那么并没有任何的分裂，但是到了第2个100年哦，然后从又又分出了17个异派，譬如说呢，出现了叫雪山派、王山派、义城派、东山派、西山派，还有第6支后王山等等。所以总之呢，说这里又出现了18个部派，这分裂出来之后，又出现了17个部派。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最主要有南传有认为有提到说有18个部派，从大众部分出了5个，然后再从上座部又分出了10几个。但是呢，他们还记载说，在18部派之后，又有分出17个部派。所以这个呢，就是上座部的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是部派分裂的情形方面啊，我们依照大众部的传承的一个说法。那么大众部的这个传承主要依据的是一部经典，叫做舍利佛问经。那这部经典啊，只有在中文的藏经里面有。那这部经典呢，它是在西晋还有东晋那个时期所翻译的，也就是这是在三国那个时期哦，然后又出现了两晋嘛，所以就是又西晋还有这个东晋哦，总之在这2个时期所翻译出来的，所以就是大家都熟知这个三国故事哦，那个《三国演义》三国的故事之后的朝代哦所翻译的，所以大概是在西元265年到420年之间，所以大概是在第3世纪前后翻译的。那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典籍，因为现代的这些佛教的学者们啊，他们判定说，这是一部呢这个大众部的立场非常非常鲜明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大众部怎么来看18部分裂。所以前面我们看到讲到北传依据的是异部宗论论，它主要依据的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然后南传所依据的呢，是他们的传承又是上座部的。所以那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说，那大众部的文献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文献，然后他们是怎么来看18部派的分裂呢？那就有这么一部叫《舍利佛问经》哦，里面有记载。那么这部经典当中就谈到了印度佛教这个部派分裂的一些情形。那么对于根本部派分裂的原因，还有上座部跟大众部得名的缘由，还有支末部派分裂的这个步骤、整个次第等等，都跟北传说一切有部的文献，就是异部宗论论，还有南传的上座部的文献导史哦，是有很明显不同的，而且它有它自己
很特别的特色的。 대야 다다 자외 대바 계수 호랑 털이야 那 아니 么 다다 首先呢，딜롬 다디 디스 这部经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根本部派分裂的原因哦，就是不一样 자외 的。 대바 계야 유겐 호랑야 다다 这里 쇼기 提到说， 체바데 숨베기 呃， 라침비 싱아 다변 최기 잡아 삼으라 譬如 최기 说《异部 잡아 宗论论》里 라고 面主要提到的 조규나 是因为 맹이 大天 이제가 武士，这是有 융제 关教 융제 理上 도로미 的纷 중에 争。 루아메 还有南传 싱아 佛教的导 다 使认为 누에 说是 잡아 10个 반드시 非法的 누가래 事哦，十事 숨겨와 非法， 是 대담도 戒律 세르비 上的 주변 争 도와 议。 나로 가르사나 那 자외 跟这 대바 两种说法都不 계야데 同。舍利 개부 佛问经 개의 里面 신이 认为 있어. 说是根本部派的分裂是在一位叫福沙密多罗 무시야 王 미드라스야디. 灭法之后 무시야 미드라스야디. 개부 出 개의 现的。 신이 있어야지. 개방하면 야할 좋은지. 뒤 나와 就 상계 当时古 개발로 印度有 대부 这么 누에 一位国 개래야. 王，他 아니 灭 대바양가 法， 다르게 온줄 他灭 사게. 法之后 아니 呢，因为要 누워 개로 땅. 这个 링겐지 增扩这些 대다 戒律哦， 대체네. 因为这样的 아니 一个因缘 대시하버렸어. 而发生了分裂的。 아. 자외 대바 개발했어. 다 대다 개부 부시야 미드라스야디. 개부디 무리아 게르 구딩 로샹게 와 무리아 게르 사데 게바 아쇼가 게르 들어봐 딩 구딩 로샹게 어 슝기 게르 우주친게 우주친게 근데지 게바 那这个国王哦，就是颠覆那位，就是颠 아 覆孔 게부도 雀 봐 王朝， 덥지 줄로 然 돌이야 后建 게바 立 뭐 这 가지고 个 예버데 炫 뭐 家 게부 王 가는 朝 거지 的这个君主哦， 이나 他很 자외 喜 대바 欢这个 게베 婆罗门 끌려야 教，然 게부디 后 요래 他特别 제데 不喜欢佛 세리 教， 비슈빈 더 나는 근데 송 요래 봐 이나 디 딩상 所 게바 以 저기 따뜻 바지 따다 되기 위해서 말했으라고 다 但是呢，认为说根本 사람다량 部派分裂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国王在 게럽 世的这样 로지가 的说法 중임나 哦， 마되바 这个很多学者认为说 니나로래야 是 대바 并不承认 자외 的。 대바 개비 겐자 가리기 민디 但 현다 无论如 말할 何， 수 这里 가르 提 송 到了的之 대종도 所以 这 개부 个分裂的原因 개비 啊，这跟 신이서야 其他 돼 南传北 최대 传 신 说法 이내 不 뭐 同。主要这里背景 근데 就是 디게라 说，就 상계 是这位 세비 叫福 자외 沙密多 대바야 罗王啊， 개롱 毁坏 대주기 佛 도도 塔，然后 유월이야 灭除教法 그도 之后 시비 呢， 그도 세비 之后 털어야 当 돼 佛陀的教法又再度弘 다시 扬，所以比丘们 겐 这时候 뉴소 就是又 급디 再次的 강화도 结集嘛， 탑수를 가외 就是对于经跟律 개롱 进行了 겐바지 结集。 징게덴지기 然后 유수 当 세비 时呢，就有 뉴베게 一位 뉴어 很喜欢 뉴레 争论 디가 당도 호랑 好名闻乐争论的这样 멤베기 一个长老比 천주기 디네 丘， 왕모 셰셰 他对于这个 뉴어레 大迦摄尊者结 마게 集的律藏啊， 사망로 당 他做了很 뉴어 多的 사마 改动， 还 수여버렸어 有增添， 뉴어 然 사마 后加以 수여제 扩 되다 充， 내 所 당도 以 왕모지 造出了 제도가 新律， 침버렸어 所以很多的初学者跟随了他， 텔라디네 然后 긴도 接着 되는 就 무리 造成了 무게 僧团内部很多很 다 严重 미디비 的不 저바 和，还有 청소년 争论。 사는 다 텔이야 저바데 눈베 치에도 아니 긴 개부 급디디 개부지기 아니 긴뉴 탐지 수 뉴이제 수신가나 那么 남네 当时 뉴어 呢， 룩주 有一 뉴어 位 룩네 这个 수신 나부 당겐디 주기 뉴어 닝바 가래야 바디 国王为了平息争论啊，所以就召集僧众， 청구야 就总之就投票，就分发这个黑白的两种绸子，然后来做这个投票。 수신가바데 然 뉴어 后 사발라야 黑的 되게 这个 덴징게 绸呢，代表的是护持旧律的人。那么，那取这个黑色的这个绸子的人人数达到1万多众。 然后白绸子是代表新律的人，只有几百人。那他们主要比较多是这些年纪比较长的这些上座的长老。 그것도 200급 그것도 당백급이야 가래 가래 söylüyor bak diyorlar bak 가래 이번에 yine ya dem mutunu günzin çenge miran ma gindu çıcısı yebe gindu indu sen sana tele al pajibi devaslı koras 所以这里面啊，之所以为什么叫大众部，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继续持这个支持旧律啊，然后人数众多而达1万多数的僧众啊，所以他们是叫大众部。所以呢，而且经中并且赞叹说，大众部的传规是清净的，然后上座部是指随从新律，人数虽少，却是年长的上座僧众。那么这是大众部分裂的情况。之后是上座部支末分裂的情形啊，是说从佛陀涅槃300年到400年之间啊。 由于这个上座部内部发生了争论，出现了支末部派。那么
所以首先分出的是萨婆多部，还有独子部，然后独子部又分出了呃这个法唱部啊等等几个部，然后从说一切说一切有部又分出了画地部，然后当然，那天被代表拿了呢，肯定你别过来，代表你穷不的，为什么代表的到对吧？那么上上座部不的是，的当中又啊，分成了代表新两个部，疆代表就是过来，说一切有那天被代表部还有代表去穷，独子部跑嘛被代表是，你穷不的是，现在大等等。家他，那天被代表的开始点不是，所以这里就前面，然后这里说从但画地部等呢，又依于穆你把建连的，子的俺诗社论那路人出现两个家话人被部派，比如说法是大没藏部、听话显部的点呢，印度等等派是等等。代表来，呢，他代表忙不穷的话的，他的卡拉卡拉穷不的是呢。대로 이해나도 파진 대방 아숑브레스 대방 아버 가르산 타니 집에 된 직된 되는데 자가를 마음도 때문에 따버마베 디 然后接着又 아숑브레스 说，난 佛 대로 涅槃 수기야 200年 마로리아 间，从 네베 大众部 걸려야 出现5个部派，就是一说 공도 部、说一切有部、예베 机义 대방 部或 아버 者 디나 机印部、 로네 机山部아니 대바 还有 신사 叫 가제 多闻 중 部、说教部。 빠침비 대바사 然 알았으나 后佛涅槃 최대주의 300年 대바사 之内从 장거리 这5个部 대바사 派又分出了其他几 라디게기 个部派， 대바 有大天部、智多山部， 숨 还有北山部等等，有这样的山部3部。 비송도와 다 이나 대박 가리나는 중벌에 제제 세브 숨민도 但这里面没有很清楚 대레 说它是从哪里 뭐라 分出来的 대체제 这 다 些 디기 支 대레 가서 末的部派 퍼진 哦。 대베기 所以 대바 这个呢 이슈도 是大众部 아 的这一 시리 部舍利佛问经里面啊，도스지 来说到怎么다部派分裂的一些情形。 수단으로 들이지래샤 好的，那么 그래서 今天 다들 我想应该就讲到这里。 나도